歡迎嚟到2019年第777屆香港隔離咩事大賽車。現在為你送上嘅係最精彩、最高速嘅東望洋房車計時賽。喂，鏡頭見到呢一架係沙田區代表平治車隊出賽嘅 Patrick Lam， 行內車手都非常之尊敬佢，稱佢為鯊魚哥啊。事關呢，佢年紀輕輕未到2歲，已經連續3年蟬聯世界錦標賽冠軍啊，可以話係前途無可限量啊！鯊魚哥每次落場啊，踏至人車合一嘅狀態底下，未試過鏡頭捕捉過佢蹤影啊！喂，鏡頭見到鯊魚哥又使出去個坑渠過彎絕技啊！大家千祈唔好誤會佢嘅入彎好似唔係好穩定咁啊！事關其實呢啲只係幾年前呢，佢嘅比賽嘅重影嚟噶。重影嘅產生係因為基於愛因斯坦嘅狹義相對論加埋藤原拓海嘅坑渠物理定律，將汽車提升至光速以上，再配合坑渠嘅引力，從而產生平衡宇宙。回到過去呢幾廿年裏面，就係因為揸賽車有一個已經退休嘅林伯，揸到變今日鏡頭前面呢個細路，可想而知車速有幾驚人啊！哎呀，啱啱鏡頭影到鯊魚哥炒車啊，而家準備入廠維修，不過都係好事嚟嘅，鯊魚哥終於停咗落嚟。如果唔係好似上次咁揸到宇宙大爆炸之前，咁就瀨嘢啦。